江水滔滔不断流，最是秋夜雨，一滴一声催。我年兰真，祖父年松，官拜当朝首相，弟弟4万，这受礼部天官。父母年迈，但生我兰真一人，与祖父作主，将我的终身许配那严勇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7月20余天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。我也侦查婢女飘香，屡次相亲，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来而来，不知道他为了何事。唉，官人啊，官人，好叫为妻。实是难猜
的名字土内藏，未知何人放好光。神穷自断于炎帝，马虽毛长不惜为，倒是毛儿强似虎，排令义务不是计。小生曾用表示还葬，爹地正邪官居三边宗旨，母亲长子高随王封。我本闭门永昌公堂，可恨严嵩这老臣。上殿荒酒一本，使我无乔之色者，皇上听信然言，将我无帮王西郊斩首，并将我满门抄斩，使我改为掌心，逃往杭州谋求家中。不料路遇叶母亲官船涉窃，误将小生当作小妾，作子顺藏。那叶母亲见我人品出众，强迫我做他命令妻子，带往京都传拜严嵩。那老者见我才貌上前，就将孙女拦正终身，许与我为妻也。唉，我为无仇必报，岂可与你奸贼之女成亲？我在留待侍奉小姐到书房做人。我是忘了小姐之命，特请姑爷上门。是我要在房中读书，不去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小丫头，一不等你，二不骂你，开唤救命，为是何事？姑爷。上楼台，鼻孔小姐要责怪，是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是飘香平遥，谁来家规？
通报，使我随而去到。多谢主意。我今望与他起呀姑爷请用茶。官人请来见礼。请坐。你不是我早就坐了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来该叫我娘子；我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小姐。啊，是啊，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见人子女好礼礼，
常言道，有理非为子，娘子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理非言子，来，中间一礼，请坐。你此茶飘香，请我上流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你在书房做甚？在书房嘛，读书啊。读书？难道是要连夜用功吗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？哟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啊，官人。既是比方，倒也罢了。请我上流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终日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事？我的心事有谁知？一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了知。有神知我所乃是，此非碰到老先生。我兰真一不爱二不痴，我从小读过10年诗，我要猜你官人的心中事，我要做公道的老先生啊！既是夸口，那么你就猜错。
须挂虑家乡事。啊，莫不是你我你们势力的，我难配你郎并不知。你年家一遭天下的本上，我好比苦藤高，怕你受不死。啊，莫不是你我懒政长脸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你这里红掌到爷们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啊，莫不是你我懒政用马车，我难配你郎一才子啊！夫妻妻苦用一人，何况你娘子美貌三十四，官人休得取笑。才知少土败黄金，兰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
种奇人啊！见冤家官居应不管居啊呀，我来真不是当初的自了。那冤家不是真心的话，不与我可是卑微，我心最长。他若言不语心慌张，他定有心事不肯讲。他说道不是贤堂是南京，我心脏来是奔。这本事下面一文章，哎呀，官人啊，人人面前莫失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细呀讲，你欺人不把真情实，我问你要与谁商量啊？起来了。哎，不知他谈些什么，待我来听他一听。常言道，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小姐呀，小姐。回到书房里，那4年前我来了。哎，我嘛，你给回答他几句。相公啊，相公。
兰正啊，兰正！叶勇啊，叶勇，你几次要过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说。你哪里会知道啊？为妻不下，我是他的来亲小天冷落，横征朝中出奸人，奸人上殿黄州奔，宰了我先家一门衙门。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处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。可怜我神仙不敢上神坛，被人偷起来尊敬，蛟龙金杯千岁困，满腹海冤红深深。神仙不肯吐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啊！官人啊，休别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还给我念啊知道前日是哪个你说出来，我兰正与你把冤伸啊！提起奸人当也罢了，提起奸人我骂你撵送啊老臣！怎么把媳妇走过来的？你骂他做什么？怕你奸人老年送，王英霸道在朝中，你才中了一多少，却在我府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更一时，偏偏逃出我真用。小生杀在林永志，我定在你接着老年送。难争的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难上难，小生啥有出头人，我定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听此
为难。老弟弟你做江人海，我就只能生病冤家债。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贱。赵公公啊，赵公公，那是赵叔父来了。骂你见是赵公公，去年不是把妹妹说，别人用金子把谢大妹，我用那上当宝剑写问我，我没去啊也没去。骂你见是也没去，是家父为的烂小人，我才不应做你命令事，事不到中间不平身。小生啥月高官中，我将你弃官下走去从军。赵公自然多马金，多知你还要马随身。夜阑真啊，夜阑真。什么马戏我来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？我不应去了夜阑真，只可惜你身上的剑个念夫门。总说你待我是真心真，乃是求生之女，真诚情。免得水流沟，我将你一封休书给两人。好气，好气！听此言来怒气生，世上有此无情人啊！我来真没有亏你，你不该信我也来真。我与近来他不什么伤苦苦伤身我万事到瓦堂不可，我是不可杀到瓦当做民，那冤家他是养老夫开命难成，想年富杀人还不够，
我兰真岂能却夫君？啊，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我兰真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二回，我还是今晚与他把离云啊！陪我去守家门桥。外面敲门是哪一个？兰真来了。呀！我在所望马前程，何才来了你来真？心急当中心快家庄小丽去相迎，官人，快开门啊！来了来了。你娘子请啊，请啊，请。娘子请来接礼，请来接礼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问娘子是谁的到此，还是到此一句话？啊，你问我嘛？啊，我是才得到此，一到此，谁叫你开门闭？哦，娘子是谁的到此啊？哦哟，谁的到此嘛？怕他这人呐！才得到此，他倒又背起架子来了。啊，官人，你回到书房做些什么？读书啊？读的什么书啊？是书无尽之书。啊，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什么？你要听？好，你听着。客儿送来心儿飞，读过诗书就忘记。啊，官人，你忘记了，为请我，但还有几句记得你。哎，你的书与我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。你不信啊，我背给你听呐。不要听。我这个人啊，倒有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不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啊，我倒偏偏要背。好好好，那么你就背吧。好好好，那么你就听吧，你听着啊。要背
你自己往里去呗。你听着，哎，小姐呀，小姐。世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可没有叫你啊。兰珍啊，兰珍。哦哟，你聂兰生的名字也上书了。啊，官人啊，别人手上没有我兰珍的名字，你官人的手上啊，是有我兰珍的名字哦。你几次三番朝盘问我的姓氏，小声不说，你哪里会知道我的姓氏？恨争吵，终为出奸臣；恨奸人上殿，黄州本，占了我全家一满门。我的奸臣，好也罢了，你去见朕，我把你撵送啊牢中回去。你残害重量有多少？你却在我无是心太凶，你为斩草根一枝，偏偏盗出我真勇。小生茶水凌云子，我停在你奸臣牢面送啊！娘子，免死吧啊，免死吧！骂你奸臣也是来，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奸，你将兰镇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中外难，小
身啥有出头人，我把你父子一起斩，吵得我呀吵得我，骂你简直早问我，你心里不是把妹做，别人用金钱自保谢大妹，我用清风宝剑去问我，一没情啊一没情，骂你简直也能情，你是不家不为的烂小人，人生的悲愁的女名字，是不闹中间不平等，小生才遇到观众，我将你弃官下阵去从军。哎呀，娘子，你没错了啊！我还有一个小先生啊，年兰正啊，年兰正啊。我不应娶了年兰正，只可惜你身上的奸臣年夫们啊。纵然你待我是真心，真乃是随身之女，真正情，免得谁里无根，我将你一封休书给娘们。真勇，你兰正他欲配从你，你愿报得心太恨，你不请来我同你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来，去，同到瓦堂并不亲，娘子。真正岂有此理！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修道中庸无情，都只为学生人心头心，错把娘子当罪人，今天我方知什么？你是也得亲。说什么兰正是言啊得起？你是否肯如心将我弃？你又造啥若非凌云子？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。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看你插翅也难飞。娘子啊，可怜我家破人亡，受尽
正开我走前路，见识不绝心何人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查到华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还望娘子来偿思慕。父亲与祖母，那难救眼前的亲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来定，那阎王好比我来怎来做啊？娘子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来真是太糊涂。我弟弟做天下马，我祖母血水杀人多，我做人不惧忠良之真言我亲啊丈夫啊。娘子，这样我们夫妻呀，天翻地覆难为你跪下地来苦苦哀求，谁少你起来。娘子，哎呦，哎呦！官人请起，娘子，官人下次说话小心才是。下次说话小心便是。娘子，娘子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嘛回房去呀、我在这里不是要耽误了你的读书。娘子休得取笑，但小生陪你上路就是。此次官人请。娘子请。奉了夫人命，一赴姑爷请。
飘向哪里？飘向哪里？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苗爸爸是你啊！飘香，来你通报姑爷小姐是你了，就见。苗爸爸，请上台。有请姑爷小姐。飘香何事？小姐，苗儿管家姑父求见，命他请进。是。苗爸爸，来。见过姑爷小姐。罢了，女儿姑父何事？今日乃是夫人谁带自己？他命女儿请姑爷小姐姑父家宴。外面等儿。苗爸爸，啊，官人，不是女儿到此，为请我倒是忘记了。娘子忘了什么？今日乃是母亲寿诞之际，令我做小辈的，立给姑父拜寿。娘子，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官人，你是哪里话来？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？此次与娘子同去。官人，为妻真想与你同去，只是我婚儿尚未满月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不去，那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官人，你这样大的人了，怎么这样孩子气人？来，快到里面玩过一个，也好与娘儿一同过福。娘子啊！世间宽待路真情，他是叫声回不听。啥是官人他不去，岂不是在爹娘面前受讨厌？娘子为何非礼神明？为妻祝福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。就是眼前绣团白，十分玩三分。啊，官人啊，睫毛变色须见机，西山早早转家门。娘子
爸爸，那多谢小姐。女儿歇三子早早送姑爷回家。哦。啊，娘子。娘子，我去了。哎呀，贵人请坐。娘子，你帮那奶娘去扶，心中切莫太带牙惊，总算又怕天塌日晴，又为妻替你来啊！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贵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贵人。启禀老爷夫人，姑爷到。有请。迎请姑爷。拜见岳父岳母。罢了，宴席为不见我儿难生，他到丧礼莫约，不能回家，不能与岳母百岁忘亲死罪。哪有这许多讲究？岳母亲上得小婿百岁。如儿不为也罢，反正家不瓦看，宴席请来插座，拜宴。
臣言行去。请。老爷，言喜请。夫人言喜请啊。言喜，你应去为官三杯，怎么去这道人谢谢了啊？娘儿，还不姑爷到父王谢谢。夫人，你那位言喜倒是真的不为应拒哦。你的女婿是个正人君子，与那些闯辈做之徒都不同哦。你又在夸奖你的女婿了啊！你到小心喽！有请。今日乃是少主人担自己亲身小弟一拜，不用了。要拜的，要拜的。这年纪少不懂办事，罢了。万春趁女儿，请到内堂实行。恭喜东女兄嫂，今日真是丧事临门啊！今日是我夫人寿诞之际，双事一喜，但不知这双喜临门吗？东女兄嫂，请稍停。江月，快先保兵上来。东女兄，请快。华平四少见，既怕谁样子？家比那天使主公好精巧，那天使。啊，东女兄，我此包庇岂非又是一喜呀？双事一喜，但不知此笔名叫什么？东女兄，此笔名叫养子把牛病。养子怕牛病，正是。莫非是那个善变种子真心的心爱之法？正是。夫人，这宝贝乃是无家之宝，只要插上一只果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。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，取准万秋。哎呦，娘！老
宝中之宝，孙玉萍。夫人，快把这宝兵整好起来！夫人，文娃的，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哦！东刘兄，今日乃少子成期嘛，我是要畅饮几杯喽。请。我那里是喝醉哟。今日里面风流淡尽，我怎能不来入睡当前门？怕的是九路船上将士部，西路营上武林生。因此我现在假作熊熊追，枪一支，满腔愤怒从中沉。忙想起娘子临沂喜定你，倒不是趁势悄悄回家门。我杀从前门出去，恐被他们留之。带我去扫一扫花园后门。今月来为何不见花园后门呐？今月来一片好风景，留待城市花木生。怎奈我无心去观赏，
看今宵。长松彩宝一声声，曲光显得冷清清。留待半影花香美，静悄悄不闻尘雨声。一座高楼迎面前，曾相过，不与我曾用半人据闻曾相过，乃是年送老者百分之此。趁此无人，我不免进来窥探一番，是找到一些凭证，也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恨。年送状元没关系，几笔凭证留终身。趁此无人且进去，找到凭证，也好与弟弟把留生。先听，鸡面送的算是列阵，我本是不口一语声，是何有把谢礼？我帮娘子认定你，千万记到专家门，我不上楼去。是被人遇见，人家只知道我是年富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就是真了也无妨哦。我本是年富新贵人，若无三有几面事，他哪知女婿与报仇心，我放他办事上楼去。这是全乱的礼单，王进钱粮拆断八片，竟嫌官府大人莫忘小纳。哦哟，好厚的礼单！曾经这是山海关总兵去乱无欠什么，否则是的江风这在。哎呀，我想那去乱实际上的利益战斗，实际那老者收了他的贿赂，竟包走起他来了。念送了老者，你这样龙穷枉法，好不令人痛恨。我不免将此礼单收上起来，手也好做一个凭证。神王神空，几岁对神，他大牙齿下眼睛最长。哎呀呀呀呀！
我想那夏太师也是被那老者所害。诚惶诚恐，鸡谁得谁，曾三点种子真邪。哎呀，弟弟，一见本长好心伤，我又怎用痛断肠？我弟弟本忠良将，在我门离不到。我一恩念送死千金，二恨家眷死还亡。你草里中间先不分，却在我好村上。有朝一日元帅把我定将军人再用了呀，弟弟呀，弟弟。我女生等死于山上，列阵不杀。后生大胆尽管上来，林子快去看来，小姐快去，小姐，小姐。岳父的手里，难道我就来不得了？哎呀，燕姑爷呀！这里名叫标本人，当中一道蝴蝶门，却是左通年夫，右通少家，所以这标本人有列战之才。哦，燕姑爷，快快随我来吧。请啊，请啊！燕姑爷，我家老爷与众位大神虽不信天应君一事，可能要担到天命。你今天是委屈不成？今天委屈不得了！哎呀，这！哎呀，燕姑爷，你还是到我家小姐的所来去吧。到你小姐所来，哎呀，这什么事？哎呀，事到如今哪里顾得了许多？快走！这死不得的！哎呀，这死不得的！
饮酒，你怎么饮起酒来？
茫然无知不出声，岂为你几期盼你归？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，好比思念真恨下了先前张挂肚，前方挂肚此
心头。今日是他以为对，分明是你抬我也抬，为什么复读于惊慌失？为什么爹娘不见不避开？谁是来争东篱菜？他知他我差夫。启禀老爷夫人，小婿回来了。什么？
小姐回来了，看来也许她为人委屈，否则又是一场玩闹来了。是啊，小姐为夫，你要小心伺候了。有请小姐。下。女儿告诉。儿啦，夜半三更为尊娘家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女儿也来问儿的娘。这是我儿的孝顺，那么儿来呢？这儿来么？只因我家官人辜负百姓，至今必为。女儿放心不下，我是特地来接她回去的。哦，你是为了你丈夫之事啊？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母亲去吧。母亲，我官人他在哪里？女儿也好接他回去。儿啊，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弟弟。哎呀，母亲，你是要问弟弟，弟弟又要是问你，你儿子这样推来推去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儿啊，言系辜负百人，才知饮酒未满3杯，就栽倒在席间。那时我命女儿扶他到书房歇歇去了。我官人他在书房歇歇，带女儿进去见他。哎呀，儿啦！怎么，弟弟？你刚才发教来急之时，为无名家人到书房相请，才知他不在书房，四次寻找也不见下落，想必他为夫去了。哎呀，弟弟，我官人啥早已回去，女儿又不想弟弟要什么丈夫呢？哎呀，他是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回接你呀？女儿，府中宾客往来，有什么为凭？有好不为凭，好不怎样为凭？宾客来往，金夫挂袄，出府小。此次瞧不过来，快去！
过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儿啦，你与何事啊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这好不可写得明白？这好不嘛，是在写得明白。可做得出了府门的凭证？是在做得出了府门的凭证。此次你来看，这金夫来呢，也用过一四个字写得明白。是啊，也许他原是来了吗？那么这册夫来呢，为何没有沿用过一四个字呢？这个哪个？想必是长官之人一时疏忽，将他遗漏了。是啊，儿啊，想必是长官之人将他遗漏了。母亲，女儿不要你管于我手下。他愤怒在孤夜出府，为何不将性命给消？弟弟，你不要与我装腔作势。我这里冷眼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假装去骂奴才，等到他笑里藏刀心多呆，今日一见故人见。莫非他假作此言，一把女婿？哎呀，弟弟呀，你苦了我女儿，她不该。陪我上京去明家。他只怕弄巧成拙，白马是龙心中有结难开。我只得上前撒娇，我遇上来。弟弟呀，弟弟。弟弟，我官人进得府来，为人出去，他一定还在府中。弟弟，你好歹要还我丈夫，你要还我爷啦！哎呀，儿啦，方才我早已对儿说过，他是你的丈夫，是为吾的女婿，又不是外人。他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怀及你呀？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外人，那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了他？啊！我为什么要害他呀？啥不是你害他？那你为什么叫不出人来呢？哎呦，他诚意醉了，你要叫我叫什么呀？他醉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哪个？为吾难道能把你的丈夫吞吃了不成啊？对呀，你真是吞吃了我的丈夫。老夫我不得志，他不是你本子里门庭，你竟迷糊玩妖恨，不给他伤了你，你竟不为我生一个。你要怎么样啊？你看，女儿呀，与你把云平。哎呀，儿啊！哎呀，儿啊！哥哥，
哎呦，姨郎，那姨郎有什么喜欢啊？你不喜欢，我却喜欢他吗？他有什么喜欢？他不过是叶家林来的杨宗。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他是叶家领来的杨宗，那你为什么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？那是你祖母的旨意，为父莫才。你怎么样？我才不把他放在我的眼里。好啊！一句话儿路开放，喜得来真，怒满胸。他与野狼远共血呀，快来郎君今朝休。哎呦！跳下，小众丫鬟与我四处行，姐妹们快来，姐妹们快来！幸福到虎爷不争一什么？你们哪一个大胆滚你这个虎卫，与我谁起来吧！水！你这个小畜生！你打！哎呦！你怎么是此不讲道理呀？你还？哎，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，才会生出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啊！母亲不把他谁寻好，怎么样啊？我与你共见祖母把礼品。你外与礼呀？你还？我事在有理，我告你若不尽把女婿，不知是害苦他呀！为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领家真是岂有此理！好，我与你同见相去。哎呀，老爷，相爷面前你是高他不顾的，你这是好苦你。哎呀！众丫鬟，与我快
去请大门神曹老爷姑父。啊，老爷，哎呦，快去！儿啊，儿啊！我满腔怨气不自放。儿啦，这样子把牛皮，乃至为我花了不少心血，费了多少人钱才弄到手，你是千万管不得的啊！儿啊，此乃一只宝贝，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的呀。插上一根裤子，才会开花结果。是啊。那么，你们就不想想女儿的生长结果？你竟能害死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就不能管在你的宝贝？儿啊，儿啊，管在你呀，只把牛马的，哎呀，眼狼夫，苦心呀，苦心。耶！啊，东刘兄，那谁？哎呀，我倒是猜，原来是兰真这女儿回来了。这女儿怎么哭起丈夫来了？赵师傅，你哪里会知道我家官人辜负百岁，被我弟弟害死了？哪有岳父谋死女婿的道理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真有此事？哎，钟刘兄，你真的把人有谋死了？哎呦，哪有此事啊！是也是辜负百岁，因居未满3百，就再到这期间。当时明年儿扶他到书房歇歇，谁知他一日不见，拦着他回来说他。我明白了，东刘兄嫂不必生气，先行为吧。我来想去兰真这女儿回去就是了。
有劳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夫人，哎呦，夫人。莫非是商量把阎郎的死死阿姨，害阎郎他定知晓，放过他我就中了计。赵公啊，你不要假死假爱将我劝，你不爱我丈夫我听不义。哈，哎，你丈夫有没有叫进我？怎么叫我叫出来呀？不是你将我弟弟为房，我不找你，你将我找谁呀？闹到我头上来了！这次你平时应见他，关于我做啥呀？今日你还到我头上，我与你到父母面前诉人呀！哦哟，到相府面前哪有我说话的地方？还是少过一日溜掉吧。哪里去？我到大街小巷去拦着侄女儿找丈夫去。赵文娃，今天你来的就去不得。好，那么你喊我3天，我找到也有，马上将你送回府去。啊，3天能找到？ 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今天你非玩不可。哦哟，你懒嘴！啊，想你是个名门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为你丈夫之事回转嫁来，当山登彩，光山养子8月并不说，哎，我闹到我头上来了。你怎么如此不讲理哟？赵文娃，你说我不讲道理，我当你这个贱！哎呀！
到此，小姐就对他生命又怕什么？是此我引上前去。是。莫非有拦阻之意？弟弟羞耻之言，再不他言在？言在哪里？下去。是。爷们，我娘在哪里？弟弟，此中境遇，恰到小面旁中再续，领子带路。是。弟弟听。与其言过也。咦，怎会跑到他的宿内来了？弟弟请说。娘子，落情不成，我为你得罪了我二老伤情，我为你老年妇怒当灯啊菜，我为你灌碎了把药包病，我为你急得要拼命，你倒安安稳稳，死死活活，不声不响，堵在这小雷霆。你啥不把金玉色，休怪我懒真不留心。为我出了气，愁的是衣裳无为怎能把长手？欺人应色真心话，真来女吵架小姐红丫头，我啥也是言不岂不是逼我把糊涂？莫奈我牵着害我娘子啊，叫声娘子听从儿。自从别了娘子后，我哪有心情去饮酒？因此我渐渐明显太在，跌到书房读书楼，一心只想回家转，找不到花园后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道门。
下人，真乃是宾客众多难脱身，莫奈何我带他到苏来把身人。只要等夜深弄他不动情，恰好飞机到苏来，娘子啊，多亏他子路将我去，啥不准小声一明白。连来娘子为我生言气，连来娘子为我担丫头，外望娘子操死我冤家，听此言我知情女，我埋怨你郎君太大意，平白无端杀无语，啊为甚转来我前爷阿妹，我再见你领子好姐妹，我希望郎君同拜到爷妹他恩大待我永记心黑。你难追，你和他的蛋。你难追啊，你难追！你找丈夫今找到我女儿房中来了，这下你的差错被我抓到了。你难追，你到我女儿房中来做什么？咦，私家姐妹房中怎么是来不得吗？皇上你是该来的，今天你却不该来。皇上该来，今天嘛有法的该来了。那你皇上来做什么？皇上嘛来续姐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嘛，你说，找我丈夫委屈。好，找丈夫今找到我女儿房中来了，我女儿房中哪有你的丈夫？请啊，请啊。去！我女儿房中哪有你的丈夫？啊，曹师傅。你怎么会？一定是你这个小仙人弄出来的花样，我打死你！老爷，这是怪不得小姐。不能怪小姐，那怪你这个小仙人。曹师傅，此事也怪不得灵子，要怪呀就怪你曹师傅。啊，怪我？为什么要怪我啊？曹师傅做事真刁干，你假装马爷妹当丫鬟，阎王分明是你怪，今日里要想的啦难让是我管他的，是我管你的。阎王，是不是赵师傅叫你来的？是赵师傅叫我来的。好啊，真凭实据才言言，全部才知你承担。认真一看我的胸，我才有理这样分辨呐，不是穿身向南去。我为什么要背啊？我问你，喜欢官办办，
还是四板板，哎呀，两个办法是有啊，你该啊。那个叫做关板板，那个叫做四板板。关板板来并不难，我与你到祖父跟前去追。今日之事你认错，当铺等菜你陪玩。个当铺等菜我陪呀玩，个银子算来是要5万，我里偏偏脆脆多马关，个银子完全头2万。个相府面前去官办，个弄得不好，他落自保完蓝山。个官办是不好办，还是听侬来4板板。4板板嘛太简单，你写上我便写。快！要我写不遍？你写不写？不写。不写，走。到哪里去？走哪里去？没，好，我写。赵师傅，你还是快写吧。老爷，写吧。去。早问我啊，我气呀啥？个气得我是2眼巴。我不怕年富死里他，也不怕么家境皇帝死国法。我天不怕，个地不怕，只怕是年兰贼。哦哟，我的姑娘啊！这真是传与传吧，恶与恶吧。你这是我？你还是快写吧。这叫我怎么写哦？好，我说一句，你写一句。列国别人曹文华，不该将英勇藏在女儿书里。啊，是我管你的。写。是出曹文华之意，与曹完整副官，得列国边为据。没，你不能这样去追吧？为什么？危险！你为你丈夫之事，从年夫当到朝夫，2夫人对哪个不孝？事情与着我女儿王中手出。你要是堂而皇之把她带了出去，叫我早问我这牢里放到哪里去？那么以我之见，我命人当他教一点，你坐在轿中，他躲在轿里，带出府去也好满顾众生，保住我这张老脸。看在你大美人的脸上，我就依了你。好，那我命人当大轿去。宋师傅，弟弟去。不这样安排，只怕要连累于你忘妻失财。姐姐休出此言，姐姐轿子离道，请到小妹旁中也许。姐姐请。请。